欢迎收看《欧北威廉》，欢迎！哎呀，厉害呀，不得了啊！阿那我们来倒位 fighting 啊？太平啦，太平，太平哦。你知台中太平无？我就台中人，我一定知啊。太平有啥印象？太平哦，就是足侪迄风景的，啊，到尾就是迄汉溪夜市啊。哎对，哎啦，太平足快的，足快啊！我山边迄边有一间病院叫803啦。你哪这样子？我较早做病拢去看医生啊。啊，你有来过太平无？我来想讲，我哪有来过，我可能嘛袂记啦，无啥物印象的。无印象哟。之前拍有来过，我印象伊就是这个风足头的。哦。啊，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好无？啥物秘密？恁知影咱这个迄个花母啊，花妈。花妈妈。高雄迄个花妈妈。单局花妈妈。哦。伊是太平出产的，恁知唔知？伊是太平人。唔知呢。对啊，所以今日咱特别来宾，伊有来个现场。伊要来咱收听哦。今麦来邀请。人已经伫车顶啊。好。掌声欢迎。花妈妈来了。哎，是哩，荣幸啊！一个花妈叫你讲个花妈妈，你贵讲妈妈花露露好啊啦，那个正经的，哎呦，白很大啦，应该是你啦，你哪请我跟你互相啊？安真啊，安尼吼，有钱哦，对啦，美福出巡啦，哦安尼，嘿啦，阮对太平其实无讲介了解。我跟你讲，其实太平是足侪人都无啥了解，但太平这个所在吼，伊的名产是啥哩啦？伊就是正奶子，搁迄个梨枇杷，哦，那好，三对枇杷加梨枇杷，太平。啊，以早你像我朋友，伫太平在因厝拢有迄个啥奶子树，以早咱食奶子毋捌咧开钱的啦。哦，你用头版哦？无啦，我就甲讲过，讲讲出来。迄阵啊，有林清美吼，我甲你讲，就真正因也有种唔惊人食。以早我细汉的时阵吼，咱若有煮啥吼，我妈妈去问隔壁，所以装卡就是安尼。你若讲像个囝，啊人就知哦，像。哎，就是安尼啊，规装头拢熟悉啦。即摆这个时代无啦。特别就是这种装卡哦，就较早这种装卡囡仔无啥物物件通去佚佗啦，要求真啦。嘿啊，妖怪这样。你家己讲的，要求真啦。你囡仔拢咧。以早我个日阮遐一张莲雾树，嘿，奇怪，阮妈妈去菜市买无伊甜，你知无？头版的拢较甜，足奇怪。钱都较甜啊。嘿啊，莲雾红的对吧？啊，版就搁青青哦，吼，我硬食你硬食。硬甲吞落啦。足甜的咯，足甜的。我妈看了，啊，迄敢会食咧？袂歹啊。头版的拢足好食。哎呀，以前细汉的时候足好耍的。啊，以前阮国小的时候有一摆我的同学，伫蜜宝洞、蝙蝠洞，大家叫做蜜宝洞。蜜宝洞，一个代课老师传去遐佚佗，啊，迄个同学足热笑的。伊就第一摆啊，因为咱有串楼嘛，一楼啊，啊结果伊就啊就载浮载沉嘛，默默就安尼掂咧。结果好大摆边有一个大人，全游过，全甲捡起来。结果阮边讲，你莫阁算啊啦，危险啦。你若热笑，第二摆就真正掂落啊。有起来无？有啊，起来是2点钟后啊。暗就迄落。他就包起来，系啊。我一个同学足好笑的啊。游往关过咧，气要甲扭，嘛叫拖落。我袂用个袂用。迄当阵人个乱气嘛，啊结果伊就甲飞开，家己竟然游起来，啊无伊嘛叫拖落。啊尾来2点钟后较懵掉。迄消防队拢来补啊嘛。啊，蜜宝洞即马搁伫个无？搁伫咧。啊，大潭仔迄边咧。嘛搁伫咧。啊，大潭嘛是救伊的是，伊原本是一个潭仔尔，结果救伊大地动了，就变做一个台湾的型。迄个可能本来伊啊地动了，就变台湾的型。嘿，台湾型，嘿对，啊，即摆叫台湾潭。啊，以早阮阿嬷的时候，我细汉时，我就听阮阿嬷咧讲你啦。迄个大潭仔面顶，伊有一张假灯箱，咱暗时若要甲扑掉，扑袂掉嘛，伤大丛嘛，等伊困，过顿间过来，伊搁发好啊。真恐怖。啊，尾啊啥若去用扑掉是尾啊有迄。迄个道士弄啥物？咱讲当尖乌胶血还是啥物？就是破发。哦。嘿，啊，再甲点破，啊，尾啊较处理掉。啊，以早是遐伫鹿港啊啥迄边也是他，会用看过来甲太平这边，你若看到红光的，就是有人要火烧厝啊啥物？红光。嘿，
红光，迄是毋是有魔神啊？伊足济，所以所以阮遐耍啊，阮嘛手听。家，所以我无神足济人嘛伫遐沉了，无起来。迄电影毋是有一个红衫小女孩，哎，那是大坑嘛，就是伫这附近的山顶去啉。我是毋知啦，啊，你家己先去啊无？啊，你家己有拄过吗？我捌啦，尾下我接受宗教嘛，尾下我接这个殡葬的遮有啊，对不对？啊，我这人我相信，你捌看过梦神无？啊，毋捌，恭喜你，你真正毋捌看过，但是我捌看过，看过啥物梦神，梦神，梦神，嘿啦。梦神。我跟你讲，我伫台北看到你知影？以前阮厝，迄当阵，阮有迄个姜嘛，啊有一摆，阮囝迄当阵，佫差4、5岁，安较细汉，啊要去公园佚佗，我就带出来耍，就行出对面一丛树啊，爸爸，怎么有一个阿姨在那边？结果我溜过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差不多学生衫，像伊这下雨时安尼话，头毛佫较短。清汤挂面。哎对，爱耳啊，哎对，啊，差不多20几岁啊，啊我瞄到，你去因兜创啥？无啦，喂，花啦。结果掉了，啊暗时拄厝里咧办事，啊太子有来嘛，三太子讲，我长官啊，迄是啥物？啊对啊，有啊，嘿，啊结果我就摕一撮金纸出去外口画。我你有个人会来这求庙寺外口啊啥求，是因为伊无物件，啊要来讨一寡物件，啊你就画的都无啊。你莫硬要注意看，硬要注意看你看无，但是你过啊就摔掉。强强安尼就看。嘿对，啊就看到啦。嘿啊，足单纯。嘿啊，对啊，紧张就安怎知无？紧张就足枵的。安尼哦。会个带阮去食物件吗？你做囡仔有啥物好食？甲阮介绍一下。无我带恁来去食一个啊，会枵对无？会枵脆搭。咱来食日本冰。日本冰，嘿，日本冰。冰啦，食冰啊冰迄个冰啦。你敢有听过日本冰？啥物？因为我讲，所以恁遮善食人足可怜。这好嘢人靠我就食就对啦。因为我讲，恁以早食迄鸡仔冰有啊，迄拢1块2块尔对无？系啊。这个日本冰就是上早咱买下有食到那雪糕迄个感觉。哦。嫩的哇，咱以早冰就用电扣扣。对哦。哎，这就是高级。较高较好嘢人靠我食呀。唔知都有钱人咧食你听。你啊。安尼麻烦你啊啦。抛家心你有看到？结果我是做西工的啦。我跟你讲啦，你敢知我的高级冰是啥物？啥物？巴布。对，就是迄个口感，哪像咱以前食。巴布是我细汉高级的巴布。嘿，嘿啦，啊所以啦，今日我带恁来食啦，好吧？好啦。迄个问者，起速8字等阮去啊是。我带恁来食啥物都日本冰啦。哦。像恁遮的吼，善食人食袂起啦。哎呦，来，这就是因的冰的造型。哦，生安尼哦，足古锥的对唔对？日本国旗的形安尼哦。对，卡哇伊。对，来，行，我带恁来呀，来。哦。你先。哎，多。呀。啊，这人试食呢？会当，你看到的拢会使食。哟。嘿。这，所以阮去这是我的招牌日本冰。日本冰啊。日本冰。日本冰啊。嗨。我是迄个山野青的情人果、情人果。你种人精啦，你情人果。嘿啦。这是芒果的。哦，酸啊。酸啊。足香的。有香。是安那？这内底有咪咪，就是因为你有加一个麻糍。嘿，因为我妈妈是日本人，我爸爸去日本学麻糍的技术。这个技术甲学转来安尼。你是掺啥物物件？那变较麻糍的，你掺啥物物件？敢会当讲？会啊，掺麦芽、麦芽。袂个听。我食个 QQ 啦。足香的啊！对，你看嘛，以前我都食到这，看外销歹。这为什么时阵开始有的啊？2002年的时阵。哦，2002年。安尼是23年前。嘿。啊，就改良这啊嘛。嘿。你小奶。
外口我的车来啊，你来车嘛？唔是，我来我坐车。你笨手车呢？所以你是笨手。上车。反正这个啦。隆胸，隆胸。参观姐这样那走，看。哎当，来看吗？对，还可以给你们自己做，我们可以走。哎，自己做。你看咯，看这个。好，加油酱。对我行。资深的员工会跟你介绍。主持的员工。嘿，免得请我。安尼请我。李小姐，甲阮介绍者。好来。这是咱制作好的冰，即摆要甲伊抽起来。哟。伊这零下哦。对，零下。伊袂结冰，但是冰落去就结冰啊。冰会结冰，水袂结冰安尼。伊这要有时间性。你看，看偌久才用个摕啊？放40分。 40分钟伊就变结冰差不了嘛。多完成就是40分钟。那差不多这拢好啊嘛。差不多有100会使抽啊。那叫大鸡啊！哎，那这只，对，一支只粗哦。一支就粗。这做工的，伊就会切片，就会切做工片。的，这是咱的迄自来水。配冰，就降上水。配冰，莫互伊伤甜无起的，伤甜也吸袂去。哦，这种机器甲捌呀。哎对。伊用手挽袂起来。用手你的那个都要很吃力。哦。我唔相信啊，什么白云哥伊手足有力的啦。系啊。配一个好你好啊啦，你要试看你真正，你真正，我一个看我跳就对了。哦，安尼 OK。哦。咱这个先甲放好，这样我都家己扭出来。哦，用机器啊，用机器咧。较早无机器吧？较早无机器手挽啊。手挽哦。用手两把的就对哦。两个把的。哦，来。那个刷呢？你互我手套是啥物意思？哦，你签。有可能，你慢慢不甲你教。我就切好啊呢。哎，你敢会当卖开讲？我咧录影，你后边咧开名啊，你伫咧。我是问讲妹讲，恁这个冰安尼制作的方来啦式。，你爱挂头啦，摕去。手拢挂起来啊！我甲你讲，那别人我唔敢讲，阿姨也算内行开的。这边。啊，这无爱啊，头甲尾无爱啊。哎，头甲尾无。哎，拄入去。拄你。我知。阮大个就要拄的啦。是咯。哦，安尼就拢切好啊。哦，啊头尾就是甲单调啊啦，好来吼。会来。这吼，这里面吼，这平平。啊，你白白。你头尾，头尾，嘿。啊尾才切落，青色甲切落。切落。啊，不是啊，青色就好。青色的啦。你这黑色的。你啊，黑色的。哦，对，你好搞到你讲对。水啦。哦，安尼就对啊。好来，你甲看下啦，安尼啦，真水啦，安尼啦，安尼拢会晓啊啦哦。对啦。啊，除了这日本冰哦，啊，佫有啥物物件会当耍的无？嘿。好，我跟你讲，来来遮吼，有足侪好佚佗的，头家牛你听。啊，咱传遮，咱来做迄个。这边吗？全台湾唯一一间当在冰棒水彩绘课程。安尼去楼顶就会当去迄个围棋啊冰就对啊啦。对我行。对来，一、两、三。哎，啊那跳一边安尼。安尼有水吧？有啊，日本博啊水，日本博啊。我们3姐妹，我的姐妹。哎，你妈安尼欺负一个那关官的人好不好？啊，像安尼边创啊？就这么想啦。今麦就流行啊拍照啊打卡。哦，欣赏啦，嘿啦，这后壁咱去我讲后壁背景，这就是富士山。富士山，嘿。富士山安尼吼，来，啊咱为大家。加。哦，加，走。哎呦。要去找位哦，来，加。因为啊，这类哦。好。かわいい。因为有水嘛。哎，淡淡嘛。来，起起来。嘿。记起来。手。啊，注意唔通碰到冰棒。哦，莫去吸着冰。嘿啦。因为啊，就会结印了。伤冰会结冻。会变冰啊。来，
敢若一只水鸡啦，哎啦，嘿，敢有装成饰品哈，麻椒，麻椒目睭看起愈成。胶水哦，来画画哦。哦，那加水安尼啦，甲黏起啦。哎哦，安尼哦。哎，那我们要比赛看谁画的最丑哦哈。哦。这摆是要比歹就对啦，不是比水的啦。好，要比摆哦。看简单呐。较简单好来，好来，来变。还要认真画，不可以偷吃哦。袂，阮做认真。我跟你讲，迄目睭先甲做出来，目睭先甲做落。加油加油！我们这支冰棒叫小恶魔啊，你猜猜看为什么要叫小恶魔？是不是？恁阿公以早对恁阿嬷，恁阿嬷看到伊就恶魔啊，是不是？阿妹啊，对啊，所以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叫你出力啦，大家都你咧画迄什么？你咧什么声音？大家都袂用力，吹一支嘴。啊，那手尾啦，无够咩？啊，我来一个安尼够力啦，嘿啦。啊，为什么叫小恶魔嘿是啊啦因为来阮家耍的啊，拢是囡仔，啊囡仔就像为小恶魔诶。母甲安尼乱七八糟，安尼就对啦，嘿啦。啊，冰棒发下去都还没讲完就吃完了。啊，未做好，伊就已经食完啦。嘿嘿哦嘿。完成，来完成啊，完成啊！要先看这样的。看年纪最大的好了，年纪资深的最资深的。上大机的啦。啊，你这有啥物主题无？啊，就是一个老人啊，一个老人，烟头的老人。都有烟头，我看袂出来。这你无法度，你无法度感受，这足深的啦。这深的啊。你问头给你，啊，你这是啥物？烟头的老人。日本人是吗？我台湾人，我是日本人。你讲我日本人，我唔是。我呢？日本人。安尼啊，我这吼先较素素啊啦。哦，会使啦，会使。啊，过来你要看啥的？好咧，你敬。你的。我的啊。哦，那你巧克力都那钱啊多啦。哎，我这是挂面具。哎，你高水哦，这是清风侠嘞。高水。老了讲要比哇，回收来哦。比香水你的袂。我都想我的，阿姨啊，进攻啊。阿姨啊，我甲你讲，我的主题就是阮对迄是大人，阮对先辈爱尊重。你叫人讲好无？你讲我叫。所以我就是照片那个来宾。来宾就对，做一个你现在的。叶皮康遮大。你无啦，1:1呢。你为做碰过？哦，白讲你那是碰车车啦。无，伊头拄咧巧克力豆就这样大，康啊，无啊。伊也无像我种，我嘛是为你。你嘛我较像来，你看我。看一下。来，头壳顶个一支云有无？这个鼻康我，这个鼻康我，你在哪去啊啦？你讲我像啊，你讲我像鼻康我较像啊。我鼻啊，我地皮，哎，你个地皮，你个地皮哪去？系啊，有像啦，有像。哎呦，我整个一支云，啊，你烟枪锤，你看两支烟枪锤挂伫遮呢。有。哎，安尼你个看，那边这鼻子像不像？安尼啦。你嘴空起，我这嘴是拍开的。安尼对。啊，我边个来去啊？我伫恁的心目中，我就是。你都伫阮心内啦。嘿啊，其实你也免看啊嘛，不重要啦。看这啦，看这啦。我爱上去嘛是叫你的。主题是歹，我随着想到你啊。嘿。大家拢为你哦。大家拢为你啦，你看，老皮，看到款的。嘿，看到查某囡仔个老烂老片安尼。难怪我感觉真的样。我有描边。那歹伊上歹，歹我上歹，伊真正上歹。系啊。是我做的上歹，唔是我这了。是国民好主袂咧，我袂讲你唔假歹。啊，无你忘咩哦？无啦，咱叫伊比如啦。伊就是管好，我管好尔。心歹。所以我无关心啦。哎，咱叫头家娘来算啦。好啦，头家娘你来算啦。第一名歹，第一名。上歹，丢你啦。水啦，上歹啊！不是江南啦，你讲你人上歹。冰吼。哦冰啦。冰。哎，安尼真趣味呢。哎呀，这个点袂歹，这袂点，袂歹啦，嘿啦。所以恁遮哦，无简单啊，今日对我熟悉，我来到太平地吼，我带恁来这真正好野人咧食日本冰哇！
你是到底是当时开始会晓模仿，因为你模仿足强的啊。哦，你这提名金马奖最佳男配角，你敢讲这个问题啊？无啊，该请教一下啦。安尼对啊，你个请教我就认同啦，是安尼啦。伊只迄阿姨看，有恁来遮厉害啊！足个学阿脚趾啊，足个学这个飘荡的啦，啊模仿像啊。我讲，因为咱是做这道的，一开始咱卖家叫，但是咱若一卡打落头洗落啊，你听有无？你要反退嘛，袂反退，你就会去研究啊。啊，毋过是啊，大概录影的时阵，你拢会袂记这要讲啥。啊，迄是我头家的问题。之前甲你录影，你大字报伫你头前，你嘛袂记记。因为我看唔到行啊，我这行我念唔到袂使哦。别人我唔敢讲，伊自细汉看我大汉的，所以用安尼讲，伊早阮伫迄个啥？最大档。上大档迄个时阵对啊，伊当阵哦20桶货尔。哎呦，妹妹啊！妹妹，我甲你讲，我起来啊，你上班的时阵啊，伊就讲妹妹来啊，来坐大腿。哦，抓到啊！但是你看妹妹偌欢喜，伊怎收来可以？可以安尼甜的感觉，甜，你怀念啦。系啊。怀念啦。听讲你国中杨模仿老师有影无？哦，无，以前阮第8节，我先下班，因为老师做判断，李光，你上去教课啊？你哦，你哦，我给你教课。教啥物啊？你先学班呢？国文啊，比如讲先木兰诗嘛，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啊，就开始念，好来，啊，我都模仿老师，站起来。老师你后壁看，我都学伊啊，对啦，老师不呀，你咧模仿我哦，啊，就是迄当阵小小的原因，我做好假，我嘛是迄当阵班上哦，我嘛做好垃圾的，足活泼的啊，足活泼的，伊安尼算有天分哦。对啊，你有做艺人的天分。以早我国中的时候，我班级任导师，迄当我10几岁，这老师教你25岁，查某囡仔，查某囡仔。你搁甲胖？无啦，你要拍，伊大巴肚啊啦，我拍啥啦？我是讲问者。伊大巴肚啊，你知无？啊，即摆这个老师，我甲即摆搁有咧联络哦。伊住台南啊。你还没放弃？无啦，伊退休啊啦，差不多。伊矮的对。伊甲因啊，无啦。老师嘛，60外岁啊，你是咧人讲？加减嘛。好风好水可以搏头刀啊！哎，我没讲，我对老师足尊重。妈咧讲。其实我心内有一寡咧想。喂，我袂讲。老师你25岁安怎？啊，阮10几岁嘛，伊得加我差不多12岁嘛，啊，所以老师看，感觉我足翘头的，你知影？尾啊，昨讲我尾啊，大字包拢了过。系啊，先来高中。大字包拢看无。伊当阵少年的时阵啦，头壳也袂歹啦，还是熟悉你要做一个歹戏，你知影？伊大概录影录到拢困去的，是咧录影的时阵伊困去。啊，恁老师我袂用忝的哦，我忝还困啊，伊当啥物我啊？台哥嘛是啊，系啊，台哥嘛困去，洪都拉斯嘛捌困去啊，系啊。好啦，莫看错别人啦，有咧运动啦。对啦，我即摆袂啊，即摆就要困就该困啦，无插伊。阮较早细汉的时阵拢做爱钓鱼啊，你敢有去钓鱼啊？你除了困去。是安尼，我爱钓鱼啊，因为我阿舅，阮妈妈的亲小弟伫台中市，就是开钓鱼啊店。伫我细汉的时阵，钓鱼啊店。有啊。钓具店啦，系啊，然后阮阿兄伊比我较大汉嘛，大3岁，较大6岁，因拢会去鱼窟啊钓鱼啊去打，阮像我就最爱伫这溪啊，钓溪蛤啊，钓山莲啊，就即摆一支花。我最爱钓鱼啊。你钓拢用啥钓？当时我拢用毒棍啊，用毒棍。去到学。就以早若像这猪皮啊，这哇有诶钓啊树啊啥，只要学就有啊。恁敢学过？学过啊！毒棍你知无？细汉敢有学过？无。啊，甲切出来会变两条啊。自然科学课。对，因为毒棍伊是无性生殖，我记得是安尼，伊会家己接起来。是不是伊会空顶管一粒会晒啦。嘿啦，嘿啦，对啦，伊会空诶。头个绑出来啊。湿湿的当头就有啊。你若大头是无啦。但是人讲毒棍是最好的耕作员啦，是啥？伊会甲你生头。喵头嘛。嘿啦，对，是安尼啦。你捌晓？我讲来到遮啦，我都有一个朋友啦，因兜专门咧饲毒棍。
是都要冲啥？因为大棍赛啊，加菜，要摕迄屎要冲啥？你拄着屎人，咱都要摕屎互食。哦，拄着你这个西人啊，西人。啊，你先食，你先食，你先食。西要创啊啦？我来讲，所以你拢无了解，听讲生物科技，你有听过无？嘿啊，提炼再提炼，浓缩再浓缩，加强再加强，749工了，变成黄金安尼啊？对。哦。黄金较简单。出做药丸啊！对。差一点仔相信啊！你若袂，我先煮食互你食。豆腐那菜我无听过有路用。行，我传你来行就知影啦。教下你，你教我啦，教，这拄好就拄教。所以你，这后摆啊改电动的吼，流浪的好无？莫搁互安尼行好无？钱啊，无钱，行。钱你就行后腿。我传你来，行，回家。这里哦，家来。豆棍哥，到家啦。我大家介绍一下吼，豆棍阿伯，这啥物阿伯啦？豆棍哥哥，伊叫热档。哦，热档。啊，伊自哥哥即马倒甲变阿伯啊。啊，你看辛苦。啊，你是安怎发现豆棍啊赛有效诶？啊，豆棍本身伫咱地球就几亿年啊。嘿。啊，即马豆棍伊会当做环保，即马太济土地拢去互伊就破坏去啊。是啊。化肥农药啊，破坏掉了啊。哎。唔才会搁饲我讲我来饲豆棍，用大自然的力量，搁甲咱的土壤来改善。啊，好饲无啦？哈，好饲无？好饲。有当时啊，脾气歹，豆棍脾气歹就无爱食饭啊。嘿，安尼咩啊？无爱食饭，啊，就甲枵3工伊就枵啊。咱就爱甲加菜啊，加了豆棍拢豆棍唔是伊是食土吗？无，你唔对啊，豆棍咱唔是食土的，伊是食有机的废弃物。比如讲我的豆棍，我嘛有食优酪乳呢。食好奇怪。你是一工互200块，甲你去7-Eleven买了啦？啊，无伊走去。内行的。啊，你边仔饲鸡拢无鸡屎味，为什么啊？咱一般即摆传统饲鸡拢臭面毛，对啊，毛是够济，吼啊疫病传染，像最近拢发生做侪问题嘛。是。啊，咱用这个豆粉土铺伫迄个鸡场内底，第一伊的趣味。无味，系啊，咱一般咱徛伫遮早就冻袂掉啊。是啊，第二伊内底用益生菌，伊家的鸡屎，比如我饲2年鸡，是，我完全毋捌看过鸡屎，因为伊今仔放的鸡屎，明仔载分解掉伊啊。伊有去，你讲伊有迄毒棍的，蚯蚓粉的，蚯蚓粉内底的益生菌，啊，伊家分解掉，伊家分解掉去。所以你捌扫过鸡屎？毋捌扫过鸡屎。哇，特别臭。啊，所以讲这对咱台湾整个养殖业吼，会有一个颠覆的。鸡屎有效，猪屎有效无？当然咯，咱猪一缸放5公斤，啊，即摆的方法是甲呛做变50公斤，会污染源嘛，啊，再去污水处理嘛。哦，对。咱用这个方式。咱猪是咧做席梦思的啦，做席梦思，伊是困伫面层、缝层面顶，哦，就是零排放，一点水都唔免。安尼我厝里爱，我面层爱改做者。你食一罐豆干仔屎，看嘴会较袂臭。出去啦！是。哦，热档的，嘿，啊，而且听讲你这无大件，搁用做药啊？是。豆棍咱做较早，咱拢叫地龙嘛。对，地龙。啊，即摆就是让生技科技啊吼，甲研发出隐基酶。啊，隐基酶是咧传咱的预防心血管的。拍通迄路就对啦。对。咱即摆做者心血管拢装支架嘛，还叫治标、治标啦，无治本。无个人装2支3支就是安尼啦。我问你咧，啊那肝若无好，敢有效？肝无好啊？迄增加免疫力啊。哦，你增加免疫力。你即马肝受伤啊？这个囡仔袂歹，这关肝互老爸啊。安尼哦。所以伊即马吼，伊这人哦，没有肝呐。肝剩一点点，有心就好，有心就好，不错啦，好心肝啦，用做药啊就对啊，做药啊，嘿，伊是真好的一个心血管，咱的医生啊，药局拢有咧。啊，就泡迄豆棍仔屎落去啉安尼哦。无咯，迄是豆棍仔屎哦。无，伊是萃取内底霉素。哦。系内底霉素，
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加强再加强啦，对啦，后尾就讲我再提来就要补了，你是人艰苦哟。嘿啊，你一开始的时候，像你这，你是饲几只大棍？我一开始因为我是迄个时间换空间对嘛，我一摆总饲，我才到1000万只。1000万只哦，1000万只，即马唔啦，即马上无1亿万只。你都可以加吗？是啊，对啊，拢伫头内面嘛。嘿，是啊。伊的习性啊，咱会当来看，来鸟的有吗？鸟嘞，鸟嘞，这都高啦。滚哦吼！你是搞要插去打啦？恭喜咧！这伊的习性啦。嘿，伊有可能你2分钟就搁无看伊啊，伊是按拍光啦，嘿。你是搞个车里头就要创啥啦？你叫我食大棍呀？遮多啦！密集恐惧症会惊无看遮多呢。系啊。是啊，这真真在学拢是啊，你甲看拢大棍啊，系啊。即马捡大棍啊，安尼吞过这土就会当捡起来用啊。这就是有机肥啊，哦，咱外口讲的蚯蚓粉就是有机肥啊。哦。嘿，有机肥我拄仔讲的讲会当种伫咱的种植业嘛，对无？对。啊，像饲鸡啦、饲猪拢会使用，因为伊处理完了后，伊内底就是做者益生菌，做者晒啦。哎，请问一下，你拢爱饲大棍食啥？我啉牛奶啊，优酪乳啊。嘿，对，伊较咸咸，啊，伊爱甜的，甜的哦，甜会使的对。啊，其实伊会当处理做者物件的啦，像咱的生菜菜叶啊啦、水果啦，即马真侪家庭拢。买这用养殖箱对无？对。啊，你即摆物件食袂了会甲弹落？弹落。你不管是水果啦、水果皮啦，啊，规工都拢处理完。食了哎，拢食完啊。啊，食完了，咱搁甲这大粉仔屎，搁甲还田，所以伊是一个循环。安尼阮会当试看卖无？哎。啊，毋过要饲之前我你讲吼，因为吼，阮有个人吼较清气想啦。阮这制作单位吼真大心，抽口啊用经手龙。手工在手工，手口啊！哎，手工啊！眼睛手龙来，这来。我先抽哈。看你抽到什么手龙？好来。哎，皇帝抽到黄色的来，水哦。来开咧。加请。开咧，看你摕到什么手龙。好来。赞的。哎，这赞的啊，这输咧。哎呀，来对啊，就是这款的啊，对。好像。来。花去，带。你若扒咧，只有做手龙。你这内面有好的吗？不是，哎，你个出这两支出来什么意思啦？哎，这就咁，这两支甲加灯啊！你这路都会走差人哦。这嘛减2斤呢？哎，你破球，无要换新的哦，你家己较细腻的哦。来，我过来，我大家来5千你知无？来，阿新鲜啊？什么色的？黑色，好来，开。看你抽，摸起来讲真效呀！哎，我袂歹啊，同款拢我存几载啦。哎，水啊！哦，你这都无啦，你厉害。你霹雳舞诶！你这惊落啦！我无笑啊！哎，你这较凉，对啦，你这用痛，哎，你这安尼较凉，安尼较凉嘿。多谢。好，来，过来，王下。很就好啊，我是女生。好，来。红色，好了，谢谢。多谢。哎，来看你破在倒哈。破一只，我照一空。啊，我看你破在倒，哎，来，你个拍开，我干那剩这2只，我会用安尼学。你个地条看卖啊。我会安尼学呗。安尼讲有合理。你讲安尼，我安尼学。咁好看。这 rock 哦，有够歹看呀。哎，地高粱啊，唔知安尼学。你啥物做的？我巨蟹做的。会使的，伊2载会使啦。好啦，啊你我来讲，我感觉这2个吼，内底一定拢空的。有一个好的，我看我无一个好的啦。纯顶管家呢？我经出呢。好啦，来，互你先敬。这个我的，这个我的。来，啊你我背的。来。做伙开啊啦，运气就看这啊。来啦，来。这啥货啦？哎，你也袂歹呢。我讲你制作单位嘛真厉害啦，你制作单位来加呢，去捡花啊啦。我这里够砖头啊，尔呢。你制作单位来加呢，去捡花啊啦。我这里够砖头啊，尔呢。
出头那才济。这真正咧装笑的啦。制作单位现在无用。恁挂这挂偌久？啊，你这无啊你。甲伊共款，都就好啊。好啦，咱对啦。啊，老大边啦哦。来，我拄安尼哦，就安尼插起来咯插起来，恁全部拢过你去啊？嘿，好来，安尼将一卡，将一卡，来。然后咧，啊，你甲补起来了后，咱经过机械抬了后，伊就会甲分离掉伊安尼。豆滚拢留伫面顶。面顶啊出来就拢纯银粉啊。哦，来。嘛免摕迄个骨类就开始啊。好来，哦，转豆腐。安尼嘛，好食。是，会碰起来嘛？碰起来就会使哩。安尼嘛，哦，有够大只的啦。我来。哎，你哪这做啊？有咧够高的啦，我来。我是啦，伤济啦，哎呐，你做少我有够大只的啦，哇，你够多啦。甲分开了，啊，豆腐搁摕转来吃哦。嘿对，啊搁定当去饲啊。主要是要爱伊这土尔。对。所以伊这土内底就伊的骨仔晒啥，规哎堆拢有啊。对，啊咱出来就拢纯的安尼就。哎，阮吃好啊，哎，要吃啊，哎，你来这做。哎呀，吃较济咧啊。安尼有够无？过来啦。头家有够无？头家无够。我以前种肥的是讲，我介绍。收紧啦！哎，你两个要升价呢吼？一个有男朋友，一个有某，要使你升吼？那种无啦，豆腐贵就好耍的啦。去柜台，要来柜台呗。好啦，随你哦。好行，我来，你行收紧，我来。咱掠完了后吼，咱就来柜台，柜台这里安尼，嘿，啊甲倒落，我要甲倒落哦。嘿，豆豆倒落在哩啊，啊伊的柜台，嘿，哎，豆滚会讲袂？伊是营销的，饮车，营销会车，嘿，豆腐那粗，来头。啊，等下就会剩豆棍呢。哎，等下剩大棍仔拢伫下骹。啊，这买当做啊你。哎，这买使哩，这买使哩。我嘛做会做到诶。然后呢，海里就落出来啊。嘿，对。啊，那刚才做提拉米苏嘞。哦，你看我豆棍，哇，有够肥的啦。你看。哇，下骹若满，还佫较换啦。哎，他们两个，他们在交配。哇，那拢无叮当。这个无够大对无？对。还佫较大一寡。是啊，伊爱洗就过对无？阮咧台其实阮拢想安尼放哦规工啊了。对，这个伤淡伊啊吼。是伤淡就较无遐好台。哎呀，东西啦。伊我讲，伊这淡淡啦，较歹睇啦。安尼就好啊吗？好啦，基本上就是安尼，因为伊拄仔有坐营销火车啊，啊咱就休困一下。嘿，啊，休困一下，因为我家己我头壳拢痛，我已经吐啊，你吐，我还冇吐。嘿，啊，咱来看咱的鸡。安尼哦，嘿是，咱家检查看有臭无？好，对。来入来来评看嘛。是。做鸡啦，你就做鸡。无啦，做鸡做到无了时啦，嘿啦。要去看因的面。嘿啦，看因的厝啦。袂臭咧，正经袂臭。你哦，淡薄你比较臭。你当作我有老人现来啊。这间啦哦。哎，啊这电动这个吹什么意思？哈，压因热吗？伊会热衰竭啊。哦，嘿，啊咱就是爱要排风，嘿。哦，是安尼哦。是。啊，那会风入去？会啊，这无味呢。来啊，来，会去涨着屎无？啊哈，你著甲上较准嘞。哎你哦，来。哎，真正的咧，袂臭，真正袂臭咧，完全不会臭。伤咸啦，这只鸡都袂臭。啊，
啊，鸡卵可能 Q 不完哦它不会咬我。会，他刚动我啊，的娃这鸡是娃。专门饲咧生鸡卵的哦。生鸡来，你甲看咱周边遐吼，嘿，就是伊的产房，哦这样。嘿，这种产房。哎，这是我拄过鸡场内底真正上无味的鸡场。伊嘛是有新屎的味，嘿，啊，不过伊的旧屎拢去用消化，对，所以你袂接做伙嘛。闻起来其实基本上是无味啊这我。跟你讲啦，这绝对袂去互厝边啊控制的啦。对，咱若乡亲朋友咧饲鸡啥吼，爱用这，环保啦。嘿，环保。哎，好好话啊！你敢爆鸡很，你敢冒鸡呢？这厉害啊！你知影鸡厉害伫倒？你下骹那个刷，伊的头拢会敢若有骨相啊咧嘿，骨相，你要刷，你刷。哎，真的。伊就是敢若你摕迄个咧点名机无？哎，那个叫做云台啊，会定位啊。哎啦，定位云台安尼吼。所以咱捡卵就是拢安尼，凊彩来伫遐捡一个，就拢捡。啊哦，你边仔才跳的有啊？对，这生卵。哎，这个烧烧呢，这是拄生啊，拄生啊，烧烧你讲。嘿。有呢。哦哎，你有没有拍到？就恐怖的啦！哎你懵切，哎，我还没有错赛我呢。烧很老啊，烧的。烧的，嘿。哎呀，啊，所以咱咧饲啊吼，就是拢无抗生素，嗯，因为伊就是环境好嘛。啊，一般咱咧饲鸡，伊会惊疫病传染，就拢用哦，是啊，抗生素。我当问一个，要安怎看迄两鳞是有青的还是？两鳞的迄种？哦，伊讲香香像两两粒啊粒，迄是大粒，才有较有可能。对啦，有这大嘿，粒，是，嘿啦，嘿。哦，那那斤两个安怎斤啊？你落来这就拢免见啊啦。对。好有道的啦。你来这，来，来，我跟那哥哥来家。哎，这真正哎，这你若敢食卡落水，食落对，这到青啊。听讲较早迄歌手拢爱食这鸡卵，会拿胃较好，唱歌较好。秀琴子啊讲的吼。哎，听人讲。较早听讲会润喉啦，对。哎，润喉啦，哎，安尼真正你这鸡场，我感觉吼，咱全台湾啊，拢无味啊，拜全世界吼，你若饲鸡一定要用这啦，这都大滚仔屎啦。对。所以阮遮徛的这个所在拢是大滚仔屎，讲大滚仔屎，爱嘿。换无？敢爱换？ 2年， 2年完一届两个。才换。就拢完全唔免去清理这个鸡屎。对啊，伊甲你自然消化掉，分解掉。跳2年。啊，恁遮嘛咧卖呢？对啊，伊在阮细汉，老母拢会骂，你这吼生鸡那个无放鸡屎堆啦，啊，遮拢无鸡屎，拢干那鸡卵。啊，对。好啦，好，安尼行，OK，好。哦，行，哇，赞，我来看。无味啦。你做学生的时候，你应该是带头的吼。我你应该是带头的，老大。我真正我升学班的，你知道吗？我国你升学班。生什么？你升学。升足侪物件的。升学班啦，就是要考高中，要考。啦。你摆搁伫遐转啊？哎呀，我被人抓，你拢查污呢。我来讲，我真正就想要错干掉你。那我若无记唔对的，你是青年啊的呢？哦，青年啦，青年中啊。对啊，青年的呢？国中的时阵，我搁咧升学班。咱国中毕业时去啥打工嘛，啊，去个珠宝厂啊，搁有迄个啥音乐，有一个叫音乐盒呀，对嘿。啊，阮咧就是咧做迄，啊去啊，我就做甲假鬼假怪。阮内底迄厂长啊，个厂长因某咯。哎呀，你知影青年高中有一个叫影视科的无？我唔知呢。你查看嘛，有一个影视科。你说那就红哦。哎，啊，伊当阵我先拜对象罗时丰，大姑兄。对，伊是我学长。啊，伊当阵。伊是你学长？无啦，我入去的时阵已经毕业，伊甲我差3档嘛，3届嘛，等于我入去读1年，伊就毕业啦。哎，你细汉是足出名的吼？唔是，我是足缘投的，连主播店拢叫伊去投迄。对，哎呀，我跟你讲，有影，我以早算缘投啦，啊，即摆算去哦。去弄掉啦。我也是发生什么代志吗？
我嘛唔知就人艰苦行呢。面就变平好啦，你不是靠无好吗？你即马大大咧甲我糟蹋咯。我叫你今天你糟蹋老鹰辛苦，真辛苦呢。这款太平的，太平的菜市啊啦。菜市啊，白粉来啊，白粉来啊！永清啊，白粉伫遮哦。这个哪个面最好食？什么面？最好食的。这个袂使啊对啦吼，啊咱头家，有白粉啊，白粉等来哦。哦，面吼，咱们委员哥来食吼。白粉啊，白粉啊，点啊来哦。啊，这块我母校中平国中。哦，你这啦，对啦，嘿啦对啦对。啊，我拄则一个同学，我阿奇的，因兜就住伫后壁遮。阿奇啊，多少只？嘿，住伫遮尔。阿奇的。你讲阿奇啊，咱也唔捌啊。我咧，有这插伊啊，啊无啦。观众我咧看你插伊。啊唔捌，恁代志啊。系啊，阿朱住伫咧对，阿朱咧。啊，迄个哦，啊，大家哦，多拜哦。你好，白粉等来啊。啊，那个咱的中友的朋友啊，你好，白粉啊，白粉等来啊。介绍咱太平这个地方好看的所在啦，哈。谢。啊，这伊在做老人，这暗时都是一个，有时算拢袂食的。哦，做一单的啦，这拢结市啊啦。啊，我第一摆看迄个啥脱离舞就是伫遮。你食单啊，食去看。这我有兴趣。你我常去看，都是间。哦，这伊早入去，伊早是一哦，丰民市场啊，伊早入去，就是有一个哪像咱迄款的电影院安尼，舞台啊，舞台，叫做牛肉场。啊对，啊对，伊早王彩华上早有无主持牛肉场？王彩华有跳哦？无啦，我错一个啦。你跳大家嘛退票，你人艰苦。你偷啊就去看。唔係，迄當陣，阮同學因攏音樂組的嘛，因就拍鼓嘛，啊尾啊就伫，帶你去看。因就是歌手，啊結果就直接入去光明正大入去看。哦，原來這做牛肉場啦。哇！看一下一挖塊呢，阮同學帶着，啊你那老片貨啦，想數啦。咱莫講色來。好啦，你講一寡你去色外有啥物好耍色外？較健康。你健康啊！你下課的時陣，咱去倒去佚佗咧。色外。過來太平遮，這就是差不多大要去一個叫做迄個頭灣溪迄邊。啊，頭灣溪迄邊以前呢，阮規定，阮同學吼男女合班啊，但是呢，阮唔愛招阮班的查某，阮招隔壁班。隔壁班招7個查某，啊，阮查甫7個，啊，跳手勢。哦，以前係徛倒擺啊，啊，就徛來遮，啊去大家去烘肉，哦啊，其實阮攏講好嘅啦，但係。迄個我要知哦，我係講你莫咁假咬哦，嘿，啊，即擺查某跳了，伊揪袂起來，咱嚟換別枝啦，換別枝啦。啊，你若抽到無愛去配面無？有啊，我拄則講嘅阿奇啊，伊載到一個上歹的啊，哦，阮擱佇遮時已經喺山頂啊，啊你吹下機是要創啥啦？伊講吹下機創啥？你敢唔知哦？啊，迄查某囡仔坐後邊嘛。坐後邊，結果你去到山頂，敢若剩你一個人。那查某咧，第二個槍頂就落落啊！干起你！哦，迄油門一擺很多都凊彩啦，在伊在拍嘅，你知道？氣死！啊伊載着咱加油啊，咱就找他吹嘛。啊個地正東啊嘛，哎呦，啊你真頭咧，等於我後邊就會較只咩烏青啊！賣了後袂講啊！哪有可能烏青啦？這段是烏白講啊，但是以前我就是安尼算的咩？唔是干那恁伊個年代，阮你干嘛呢？恁敢無？恁敢無？對啊！嘛是大地攏啊嘛，對啊，係啊。這種代志是咧傳承的。我講對啊，這一代傳一代。在等你呢。水！哇！这敢白云开？哦，后尾啊，位啊无，GD 啦。
假的咧。哎，这我啦，你看，你在家的时阵怎样呢？你不要先做。尾啊，就是较整理较好啦，嘿啦。你伫咧学校有听过白云的传说无？有啊，老师拢安那讲伊较早安那老师。嘿，有啦。你学问啊，足无老实的啦。现在你讲白菜咧？就搞讲我跟你讲，缘投甲无缘投，迄是每一个人心中是无共的。哎呦，对不对？就像恁某哪会介意你，我感觉你我呢。哎呦，这个穿青衫是老师哟。哦，对，恭喜减肥成功。哎呀，对。我问一个问题啦，这青年高中哦，专门咧出名次的哦，对不对？甲即马这个传统搁伫个嘛？有啊。好来，恁感觉你阿伯会做红的牙手？来，你的专长是啥？什么？我专门是跳舞啊。来，嘿，几分98分。哦98分，感不起来。总分1000分呐！哎，我讲，这就是少年啊！你看，伊安尼敢举手敢徛出来都赢一半。对，我跟你讲，你要做艺人哦，爱有学长啊，袂见笑。嘿，你爱勇敢，勇敢呐，袂当惊歹势。你敢若骂我咧骂恁囝同款。在弟弟表演艺术科、表演艺术科，拢甲你较早读的是同一科。我以前叫影视科。影视科。对。啊，即摆你要改做什么？这样吼，把音乐科、影视科甲舞蹈科拢给改做表演艺术科，较多元化啦。啊，好对吧？啊，这个问题啦哦，这是伊较早的相片啦。对啊。这种相片学校够老无？有啊，老年代。同学都有啊。对啊，一定有的啊。你教不出啦，对哎呀，我来去瞧一下，看较早生啊哪无？啊，谢谢咱多久度假在感谢学姐啊，好呀，谢谢你。谢谢。谢。迄张敢若魏玉林歌呢？哎，伊只讲马萨卖搁食搁大块是啥意思？你是马萨？马是啦，这个好的款啦。唔是啦，这个啦。那是你写的话哦。嘿啦，你的老话哦，同学。嘿啦，对啦，就是安尼啦。马萨拢大的呢。啊，对啊，伊这个面看起来就敢若30几岁好无？哎呢。哎呀，生了较条气吧。对啦。大的有你介意的查某囡仔无？你错乱。跳舞的。一般人跳舞。拢迄7个人哦。跳舞。倒一个。啊这个像啦。你兴这个哦？这个高水的。水啦，这个啊，水啦，水啦，就水的是就水的。安尼无敬你掉啦。啊，刚王祖贤呢？哎呐，啊，就安尼，我就爱迄个味安尼哇。你就爱这味，拢没无变啦。对啦，这个味啦，咱你当阵哦，咱就真正。咱的善意甲讲啊，我介意要甲你拍，结果伊就甲我拍钱啊。伊是不是有男朋友？伊唔知你好啦。你做袂人着嘞吧？即马尾啊，伊即马嘛红啊，冇啊。啊，伊伫台中开日本料理餐厅。哎呦。啊，即马我有咧联络，我甲讲你后悔啊吼，啊，阮囝连阮囝阮规定去遐食饭啊，我都话讲，阿囝，这恁无的老母。啊，你可会记伊拍穿的是原因是啥无？伊有讲什么原因？以前我就生做这个哪型的是上面的插花啦。你听有无？啊，你即摆想较好呢？无啥好哦。啊，来，我给你看一个，迄拄则是我的我吼，我给你看一个，这个我莫讲名，啊，恁就会知。会出面色的呢？我知影，伊即摆是不是阿曼达的英文名？不是啦，姓苗。这个像你的。这看起来比这面色。姓苗吗？这个像你的。这看起来比这面色。你姓苗吗？喵，人就叫做阿曼达啦。喵。嘿啦，可理解哦。嘿啦，好理解啦。咱来看看伊老话老啥，伊讲哦，别人甲我骂、甲我侮辱、甲我欺负，我只有忍耐，佫忍耐无爱插伊，一直到我有成就的迄一天，我看伊要甲我安那。你要安怎？我伊完成啊。要成诶，
啊，你改过有啥物阮熟悉的无啦？搁显者搁有无？啊，就这个甲李国煌迄个上名尔。以早你来看，我著做皇上啊呢。我这里哦，大桥我来做皇上啊呢。啊，罗斯峰唔是演艺科的呢，罗斯峰是汽车科的。伊汽车科，所以汽车哦，一地北京校转，汽车转来食的。啊，做歌手做到变歌手啊！哎呀，伊当初本来就甲林书龙唱一个无言的结局。无言的对啦，对啦，你吼，哎呀，对啊，啊，就迄当就唱起来啊。我即摆咧显落吼，满满的回忆啊。对啊，少年的时阵啊，对啊。经过遮久啊，你想讲吼，今麦的迄个演艺科吼，甲你较早有啥无共，咱来看卖好不好？好啦，好啊。哎，你即摆有咧上课啊？有啊，啊，无来看因上课。好啦，阿舅感谢你。多谢。哦，老师，哎，你今仔要带阮安尼行，啊行来搭。我你影视科对吧？我影视科，我当初叫影视科，啊，你即摆无共啊嘛？这个表演艺术科。哦，表演艺术啦，对哦，所以较多元啦，就我扣点我较无共。嘿，像即马即马查甫版前5对啦，这个。好，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 SP 的。这是阮烘焙科的学生啊所做的物件。安尼哦，原来你气片，我气胖好不好？咱气胖而已。我气胖。来啊！哎，有爸爸烧过有肠啊，你讲。海苔葱肉松，你今顶礼拜就迄个全国第一名的金手奖。两礼拜对啊。对。有种诶。哎，每一年吼都会弄全国比赛。安尼。你再去讲。我有两回啊。先包起来，真棒哎！我再大一把。啊，谢谢你哦，真的很好吃，难怪会得奖。对，赞，太厉害。我看表演艺术歌。这间就是新起的游艺楼，内面有迄音乐啦，啊，有韵律教室、舞蹈教室、排练教室拢伫遮。音乐科，你看音乐科，对，音乐科。这边咧讲迄戏剧甲剧场的一寡音乐在遮。啊，就演技，比较爱心的。我看你主持都袂紧张咧。这什么课？啊，这是迄长青大学。哦，所以咱我今晚若要读来读这班的。哦，你有粉丝你看，老花眼镜都抵起来啊。老师要上哦，今晚去2楼。我贵了。哎，叫阿公阿妈跳芭蕾。有真是了，真是穿迄哦，熟的迄天鹅湖安尼嘛。沙布达呢？沙布达。10几只肥肥的天鹅就是台顶跳。安尼哇，安尼迄舞台真用的吼。对。我家就是音乐科的琴房。感受一下，感受。好，感受。来，你抓咯。还在多少？在多少？四手连排。啊，你就表演一个好不好？表演一下嘿。我是有先甲讲，你知嘛？讲差不多就会晒，啊无因来单车2点钟。多谢你。我拄啊，甲因两个看足认真的哦。恁足美人呢？一模一样哦。哎呀，拢无出错哦。袂歹。恁练偌久啊？安尼偌久？半年。半点。大半年。哦，哎，班长，是要互阮的。大了太好来，班长，这我拄啊去买饼，我拄有专工买饼就是。你唔好甲讲我是工摕落的。点啦，一条胖。嘿，安尼好。来，我是恁的老学长啦，啊，这恁老咧食啊。听讲吼，这胖啦，听过音乐会变好食，伊拄啊伫听足久的，嘿啊，这嘛真正嘿。就好食。嘿，要就好食。袂歹啦，你叫什么名？叶芳瑜。
方宇，新妮，哦，哎，这摆名那拢遮好听啦，这后摆这就是这艺术家的名呢。哎啦，哎呀，你看呢？我都听到两个人讲伊遐大嘛，你甲迄哦。来，哇，系啊，伊好大。你啊，是音乐人啦，是音乐人啊。对啊，你来，你是别收啊，是六岁。我一定要来唱一条。唔是啊，小等下，我要点歌啦。你要唱啥？你要什么歌？等无人，忙啊等啊。阮想我的情绪。我知你晓啦，我知你晓啦。你花时间呐，时间啊，是啦。老师，这栋有几楼？哦，这就到4楼，全部到4楼啦。面顶有5楼是上大一个剧场。嘿，对。表演的所在。你开戏啊嘞？好像开始啊。跳舞的咩？哎，这就是跳芭蕾那种。有现代。哎，哦，现代。我你看有无？查甫嘛爱练。我选我怎么呢？哎，今晚要去跳，咱会当跳啊。跟你们一起跳。咱做一条。做会跳。咱做一条。哇，跳袂落啦。跳发多。哦。你哪无跳？太困难啊。我看咱先来走好啊！我看咱先来走好啊！我看咱是莫共较了啦，嘿啦。哦，这伤难啊啦！老师啊，这伤专业啊啦，阮除了你啦，阮拢无法度啦。我讲，咱家当算啥，你知哦？比如讲啥物乌龙蛇刀啦，迄种咱有法度啦。咱来去算白种。好，安尼干。老师多谢。老师谢谢你，感谢，谢谢。好，安尼行。来，老师行。千年高调。我甲你讲，一组来问一下好不好？迄个青色的内裤带的，来，恁这组是啥物？队长。好，老弟。你啦。啊，你看起来上神的啊，你搁怎么玩？恁这队叫啥名？麻辣天团。哦，麻辣天团，破下个吹嘞！哎，欢迎。对啦。对哦。啊，迄拄我拍过伊咧啊。拍过。哎呦！你甲看卖啊咧啦。就甲拍片哦。我足够摇的啦。哇！我做烦恼，这查甫跳到尾也散，唔通散。哎，伊这达拉库。哦。好厉害啦！学长啊，你咪好问一下学长啊。我足烦恼你。你若要讲咧跳的，你若叫散去，我烦恼。系啊，伊迄把咧心者，伊个 tempo 啦，规个感觉就出来啊，不过伊遐唔是安尼摇，啊转过来讲，好，安尼。声音有够粗的啦，安尼。我甲你讲，伊真正是会晓跳的。是啊，是老师。因为我动作可能就安尼。哎，迄个摇的感觉有出来，有出来哦。啊，恁拢是这个表演艺术科嘛，表演艺术科的嘛，对不？啊，听讲嘛，这团够别团呢？多一团，多一团，有无？3位啦。啊，无咱今麦我来看3位哦。好，谢鼓励姐，3位。谢谢。多谢大兄，多谢你。
This is a Brooklyn-bound 2 express train. The next stop is Fulton Street. Stand clear of the closing doors, please. 喷出来。警察来啊！警察来了啊！警察来了。哎呦，哦，厉害呢。够嘞，够嘞，够。刚刚想谁啊？那个小朋友警察，我你看警察。对哦，哎，厉害厉害，赞！这有一个专门咧跳舞的，来，来专门的啦，讲一个。因为银行开线就是这样。这种太多啦，太多。我有看到有一个表情上笑的是啥，你知道？这个警察。来，你用你的表情，你的表情激一个。有无？你给他喷一摆。表演艺术科的真正厉害。就好。哎呀，好，安尼要来开始算啊！好啊，我跟你讲，阮第一关就厉害哦。叫啥？你知无？台湾头行到台湾尾，乌龙蛇刀。乌龙蛇刀来咯！这个刀啊，就知影。好来，第一个要挑战的是啥？来，哦，这个有。Center。你一开始就要提旗。你是啥物科的？体育科。体育班，安尼可能有赢面哦。有哦。身材都袂歹哦。棒球的。你的专长是啥？体育班的啥？篮球啊。我拍篮球的。拍篮球啦。叫啥物名？江博瑞。瑞。阿瑞啦。有信唔信？你知影算无？知影啦吼。轻轻松松啦，轻松哦。你用台语讲倒顶年柑。倒顶年柑。好来泡咧。来哦。恰了。这大家来哦，一卡开就过啊。瑞哦。开啊。OK。来哦，乌龙蛇刀准备。无算时间的。一支卡先过。到达啦。哦，高的，卡高嘞。哦哟！绕开哦！你这高的啦，安尼啦，那叫不球去叫溜去啊！手着去吧。啊，你唔是讲轻松松？哎呀，落地轻轻松松。哦。啊，咱体育班咧，敢若迄个挑战失败啦。咱来看够像，我就挑战成功啦。好，安尼多阿瑞啊，多谢你啦。嘿啦，你搁等去练一个啦。哦，哎。有休假才过来佚佗啦。你先等去休困啦，吼。啊，我讲几步，你到底要等去啊？我叫你等去休困，嘿啦。哦，再，谢谢啦。嘿啦。后一位挑战者。哦，来。无简单啊！伊讲这个勇气出来，我就惊到啊。安尼啦。但是连你踮遮拍吼，会过袂过？这无简单啊。系这最难的。啊，未问你大名，你叫啥物名？林启贤。阿贤啊！阿贤，我希望你会当过。红包最大包。红包啦，我看买红包咧，回蒙去。蒙红包，加油！有啊，有啦哈。好，来拍下。你就知啊。加油啊！听到哔啊声就开始啊！嘿，免着急哦，豆豆。阿贤来。水哦。乌龙蛇刀准备。阿贤加油！阿贤有能 Q 哦。好来。这样可能要一只脚先下。一支卡落，
水哦，哎，高调，已经高调的，这个高调，水，啊，哎呀，哎，称轨，啊，称轨高起来哦，称轨要高起来，称轨，对，称轨，高起来，高起来，收机咪，来，你倒倒出来，重点爱水，嘿，起来爱水，嘿。哎呀，水哦，水当当，对啦。你虽然失败，啊，不过规个过程拢足水的，对，尤其是你爬起来迄个屈势安尼。哎呀，我拢百分之就有感觉的啦。说啥啦？人家拄则体育班的吼，佮无伊安尼感觉。对呢。你比体育班较厉害哦。对啊。你较能 Q 哦。对啦。对啊。拄则是无教好呢，对啊，就过啊。哎呀。你若是烫尾啊，可能会过。系啊，头拄因为尾啊伤骨。你感觉有气力？你拄啊跳舞过一个，你无力啦，我感觉。唔係。哎呦，我你問你校長，你喺問你校長啊。他沒用誒。你剛哪一個咧？係啊。好啦。姐啦，跑咧啦。袂啊騰起來。好來，袂啊騰起來，較袂骨。嗰一個機會好無？袂啊騰起來。加油！阿賢啊，烏龍射到第二道，準備。慢慢來，也是要一直先下去。對，水哦，高起你，水，高！很棒！掉！阿賢，一支卡先出來，其中一隻腳先上來。高，先高哎，变难啦！也是像刚刚那个姿勢，一隻在下面，一隻在上面。你一支卡袂當先過來，你手要先過來，你手先轉來。手也要換哦。搞好手要對手要，無啦。嘛是愛水，來啦，對頭前出來，起來水一下。水啦！水一下，哎，安尼對。你頭殼頂到你臭。那東西臭啊！哎，伊會過，伊只是唔知影要哪過呢。你手軟伊才求伊安尼。你拄則要出來的時陣有無？手先過第二支卡才出來，安尼才會過。對啦。好啦，表演到前後，跟住播一聲過來一下好無？感謝阿賢啊！哈，哎，讚！啊，三百位，來有聲，來一個。來，哎，我查無見來，問一個，佚佗倒位的？你哪裡來？哦，那個混哪裡？我馬底都位。哦，Russia， Why Russia？ Why？ 標題啊！是啊，你講個你要有一個信心，你要學英 My 文。 English is no good 啊。good 啦，足 good 啦。我叫 name，你叫啥名？韋麗姐，那是用你國家的迄話愛安怎講？白俄羅斯的話，就別人講你的名。Retskaya Nina。Nina，你講出來。我是西安妮娜。你講錯。我說的是西安妮娜。妮娜啦。Retskaya Nina。咱就叫 Nina， Nina，你做水，你知唔知？我知道。 You are beautiful 啦。係啊。你嘛有你的主題曲。Nina，你咁無聊的呢？迄袂當唱，迄會發錢啦。是用咩講的你？嘿啦，啊Nina嘛是表演藝術科的，表演藝術科的吼，有信心無？有啦吼。 好，安尼準備要開始啊！哦，來拍個好來，來拍過來。Nina，烏龍射到第一屆，準備。我來。剛剛那個衣服應該要扎一下。收到急，收急啦，收急啦，少年人較急，係啦。 One more time 哦。One more time 哦。後邊有講 one more time。個Nina一個機會好無？Nina。
第二届乌龙蛇刀准备。手要再下去一点点，对对对。哎呀，历史位，哦，slowly，这边要慢。因为slowly，左脚要先勾好才可以下右脚。OK，下右脚。OK，是，your hand，还撑得起来吗 Come on，you can do it，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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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re you okay？ 掉底下。 Take a break there。嘿，无力啦，无力。One more，you can do it，you can do it，you can do it。 We ready, let's go. We don't back down, no. Let's feel the baseline. Feel that bass from head to toe. Come to the Williams Show. You can do it. 我冇弄掉。哎，我冇敢弄。无啦，你无弄掉。我弄掉啦。 哎，因为就是伊的脚有无小心摸到涂骹，毋过摸到涂骹无超过3秒，起来啊！当无看到。因为他伤长嘛。看你面子。对啦。你学长啊，这若别人就淘汰啊。对啦。哎，这我这里优秀啊。对啊。行妹呢？行妹呢？对不对？来。 哎，来，谢谢你哈。过来哦，因有一个对于迄个娇生啦。来，这读一个娇生班的啦，来娇生班的。来啊！哎，你好。这台语伊听无？伊听无啦。English conversation 的时阵啊。 Can you speak English？ 不能啊，不能。喂，谁啊？不能讲。好了，我们来讲华语啦哦。哪个地方来台湾读书？从缅甸来。缅甸来啦。啊，叫什么民族？啊，民叫什族么名字？叫什么民族？好不一样啦，民族。你买台湾球叫党啦。民族还是名字刘本金啊。那用缅甸话讲怎么讲？ 缅甸的是 OMK， 对 ，OK， 来，请就位，来，好来了，来看 OMK 伊这个乌龙蛇都会过关无？来，准备，哨音开始就开始哈，来，慢慢来哦，一脚先下去。几个卡先回。嘿啦，这个有淡薄困难，有没有人要挑战的无？有无？我来。 你，多一个你，我来，你来。胸高挑诶，多谢你，谢谢。哎，这讲够多就就来了呢。台语人讲袂？会晓。叫什么名？廖若婷。我有引导无？要求引导。你讲你要求困难，红包摕出来，红包。每个文章输了你的问题。无你问。大家妹妹安尼问者。我讲，啊你若来算这，我感觉这对你来讲，你的身材足食胖的。会较轻啊。会较轻啊吼，较细只啊，就足溜咧。啊你有对家有信心无？我啊有啊呢，有啦。好啦，来拍给你，来拍好。哦，伊较细粒子伊较好。阿婷啊，挑战乌龙蛇刀，准备。阿婷加油！ 右脚勾好，然后左脚下去找右。歪正啊，歪正啊！英雄用歪正啊！伊拄则是倒胖回来呢。向来惊到了。拄则我是看到毛黑哦。倒，哎呦！啊，这滚啊！搞好，哎，安尼会甲冲过。左脚下看看，左脚下看看。有搞好无？哎呦！无简单啦，阿婷啊，
我拍，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嘿啦，无要紧啦。咱虽然讲输啊哦，无要紧，咱校长啊甜，校长啊，甲你安慰一下来，校长啊，安慰一下。阿婷，我有引导无？头大老公引导要求。要收啦！快点滚啦！我引导你怎么分钱？你哪有人听着讲你引导，跟我同款就是要互伊钱。一模一样。嘿，我嘛真奇怪，你拍习惯你爱改。对啦，对啦，感谢你，哦啊，多谢你，希望有一摆你过来挑战安尼啦吼。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哎呀啦，这本来就足歹过的。哎呀，我跟你讲，我惊看我都，你来讲，咱这个会所来算危险啦。咁诶，你要试看卖？你想要什么？我无度，因为我落一定落去。放弃，胖是啦，没有，我人落啊胖就变安尼。我听拢无你试一下，好无？无。想要看欧阳冰冻？系啊，我见啊。哎，你卖讲生笑多爱歹。我后摆我用啦。对，我这个生笑歹啦。好来啊，后一关啦吼。好后一关啦，好来哦，志玲后一关。来进行八仙过海，会使好算哦，好算。啊，就一个吼，啊负责甲这个8个人安尼运过啊，挨过去啊7个啦，用爱7个，看啥较紧安尼啦。你看要一摆抱一个过，还是一摆抱7个过？你若我到一个爱7个过，就是一届 all in 啦。哦，一届就过啊。我足厉害呢。无可能。规个人生拢我惊伊8人起来，啊，规个人就插入去头里。嘿啦，所以人都当啦。啊，经济啦。两队安尼来啦。好，啊上尾看谁赢安尼。好啊。现在欢迎咱两队这表演艺术科的同学来，我来。我分比啊就开始啊吼！伊足急的呢，伊足急的呢，来得跳起你。八仙过海，准备，来。一只，两只。足紧嘞！足紧的嘞！伊一只，啊，我足紧嘞。哦，水啊！哦，一届送2只嘛是有效啦。对啦，一届送2只。赢一只。啊，毋过伊无力啦，伊无力啦，伊力头要无伊啊。最后一个，走了犀利。对啦。好。对啊，无伊拢无算到。哎，好算无？会真心色，好啦。来，拄只一边44秒75， 44秒。安尼这边免算啊，这边免算啊啦，这边就嘿啦。一届摸2只啦，有够呢。伊赢咧一届摸2只，都赢第一个，啊，伊就加赢一个人啊啦。安尼啦，系啊，有甘愿无啦？我甲你讲，你较细腻的，你点要叫散去，唔通安尼呢？唔甘愿啊！你有啥物话要甲讲无？唔甘愿，你有啥物？我比你厉害，你有啥物话要讲无？我唔就这个哦。来，后一堆，来。哎，这个体育班吼，甲交生班哦，吼，体育班你人欺负我，你体育班呢？你看个汉照有差咧，放较慢小娘子啦，放较慢的啦。伊爱拢较大只。啊，大张诶。大家拢只大张去当，无一定，因为愈大张愈重。好，来哦，来，准备听到我哔哔啊声吼，八仙过海，准备。哎呦！用弹的咧，用拼的啦，伊都笨手。无啦啦，用弹，伊较重，体育班的较重。水啊！哎，拢就欢喜。我想讲你这大张，阮赢，收档了，真的哦。最后一个相当啊，收档啦，最后一个相当。一个摸的时阵，伊差点两卡赢的，最后一个咩？哦，一定吹伤红啊！我甲你讲哦，虽然讲伊这边的吼，拢是细粒子的查某囡仔，啊，不过其实嘛介强呢。
哎，就真用啦，真用。串呢。你平常有在运动哈？没有，最近才肉被挑。啊，你今晚就是甲体育班的欺负就对了。啊，大家努力运动，结果有没有刮到？那能可以。我教你讲台语好不好？好啊，我讲什么你讲什么，好。體育班暗足球。體育班暗足球。體育班暗足球。啊，你有啥物代志有要甲講一下無？講你會去練啊？吼，會去練。我今日修練啊，修練。看他。啊，因拄只这队的啊。嘿。38秒速数。38秒。哎，安尼恁这队完世赢第一队哦。对。吼，中国赛来。八仙过海，中国赛。哦！哦！哦！卡了！哦！卡了！这里！慢走！有受伤无？有受伤无？来！哇！咱这个比赛哈，我们这个比赛哈，完成比较重要，完成较重要啦。吼，啊，恁拄只吼表现拢真好，啊，不过唔好受伤，不能受伤。表演真好，大家拢在跋倒。真厉害！啊，咱再给他们2队吼，一个拍声鼓励安尼啊吼。嘿啊！啊，真恭喜就是咱的这个沙坡有赢啦吼。嘿啊！来。谢谢你。哦，安尼成功啊！够这2队破声鼓励一下。好，恭喜！谢。哎，啊，今仔日哦来到咱这个青年高中吼。青年高中啦。我来去讲青年啦。系啊。咱来到青年高中哦，下你的母校啦。对啦。要你一个surprise 啊。哎，你讲有特别来宾。 surprise 来输安尼就对啦。有一个特别的来宾。我都惊你考出来呢。未啦，我这人考吧，你讲介绍。你要甲吹出来啊！你也粗乱来啊！你不是我甲吹出来啊！我考是因为伊即摆给啊。你呀！哦，拢你咧安排咧。咱即马来欢迎吼，咱白云兄吼，伫咧青年高中吼，伊的贵人来咯。欢迎！来一丁哦！我操，导师。 介绍一个，这个吴伯廷导师，领导就是我班导。哎呦，啊第二位，这个顺便啊，哎呀，顺便啊是邱成顺老师。你教你什么？我会记得应该是影视概论吧？对，影视概论。啊，第3位咧？啊，第3我都袂记得啊。老师，啊对啦，啊潘教官，对，啊教官啦，对。哎，教官教你啥？教你迄个冤家相拍，唔是，飞车打咩啊？教我冤家相拍。嘿啦。啊，你甲倒的差不多几年无见面啊？你甲恁导师？我有迄个赖啊。我是76年。 教伊，哎呦喂哦，我6岁，我是13年的导师嘛。比较旅行迄阵哈，我甲伊交代讲，国王你上游览车开始一直到垦丁哈，拢互你主持，话袂使停。伊安尼伊就转袂停就对啦。麦克风爱来扭起来，才会停啊。你哪搞掂啊？无啦，我唔知啊，我吼精神还好啦，好实力啦，系啊。 啊，迄阵啊，以前啊，偌费瑞，你对伊印象？我带几年的学生，他才1年级，哦，我2年级就离开了。啊，差不多。不过我要讲几句话。OK，好。在你们演艺圈里面哈，有出名的人，会登下青年中学次数上济的人，都是摆伊。啊，你阿兵啊，哦，啊，教官咧，你对国防的印象是安那？包括。 有啦，那教官有迄天分啦，一个业界迄有天分啦，有天分啊，安尼啦。所以我有我的天分，所以才
老师教拢无效嘛，我靠我天分的啦。因无帮助到你啊。免感谢者。无啦，我感觉今仔日真正感谢吼，这3位老师啦，就是由恁这几个前辈，哎，努力的这个传承啦，到今仔日的青年高中安尼啦。对啊，一般人讲青年啦，你个咧年啊，但是你年春年虎，因这的人种树啊啦，啊恁这就法度纳凉安尼啦。对啦，嘿啦，来给恁感谢一下。以前是真乖的囡仔，你很善良，很善良，很善良。相信啊无？你现在招经理？啊，就熟悉恁家，熟悉恁家，就要骗你。系啊，我甲你讲啦，安尼今仔日啦，你这学长啊有成功无成功，我就看即马啦。即马后壁学弟学妹有无？互你 Q 啦，互因来做伙感谢老师，看你发会动无安尼啦。嘿啦，好来，青年高中感谢咱头一个老师，你来讲啥？老师谢谢你，我爱你，预备开始。老师谢谢你，我爱你。安尼对啦，好。安尼恁来有听话吼，后摆吼，恁若来演艺界吼，恁若拄着困难，拢找白云哥好不好？你若摆我若无用，你就找黄登辉。你继续加油，希望后摆咱拢是演艺界变同事，你讲好唔好？好。青年高中，拜见。后来各位同学，我甲恁讲，恁有偌久无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有大家讲个举手来。你来，因外国人的迄个感觉就是足平常时的。你有每天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有啊，就是早上起床然后拿钱就抱一下。拿钱就抱，重点是要有钱嘛。你有每天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有啊，就是早上起床然后拿钱就抱一下。拿钱就抱，重点是要有钱嘛。晚上还再抱一次。你跟妈妈一起生活是吗？对。就你们2个人，妈妈带你这样。4个小孩。哇。你爸爸嘞？你爸爸在办公室。各位同学啊，咱来学伊，因为咱台湾人吼，较避暑。我就爱爸爸妈妈，我都歹势讲。来，今仔日举手，有想要甲爸爸妈妈，我予你一个机会，即马敲电话予伊，安尼来举手，有想要讲的来你来。你站，来，你来，啊你先等休困来。爸爸妈妈咧做啥物的？做啥物工课？我爸爸开车的，啊我妈妈是旅行社的。旅行社啦，旅行社。我妈妈是旅行。我妈是旅行啊。迄落开车毋就拢无定伫厝？系啊。你即摆是甲妈妈还是甲爸爸大？甲爸爸。哎呦！离婚了。嘿啦，嘿，对啦，嘿啦，单亲家庭你是。分开生活啦。你若无较早讲来笑。我唔知影啊。你会想要甲谁讲我爱你？你会想要较想要甲谁讲？甲爸爸吧。因为爸爸辛苦安尼啊，电话举出来啊，卡落。电话举出来。喂，爸。喂，嘿，怎么了？我要甲你讲，就是我最爱你的啦。哦，好啊。就是吼，我可能即摆会看我转去啊，就是你会生气，但是我最爱你的，所以你莫生气。好啦，好。爸爸，我电话啊啦。电话也无电啊，当然。阿爸，你有我白云啦。哦。白云你知无？你好，你好。你好。哦，你拄则这后生甲你讲一个我爱你尔，你说差不多动车1秒半，你有撮一条无？有啦。啊，恁就来咧拍皮，就上欢喜的。安尼哦。所以阿拜恁这个缘投的吼，买用日本这个也是可怜啊。阮会甲牵成啦。好啊。有讲啊，有影咧。对啊，一定牵的啦。一定牵的啦。好，你们忙吼。哦，爸爸开车谢你。哦，拜拜。
可能有人哦，有印象以来拢无讲过我爱你，甲爸爸妈妈。有人无讲过，有人无讲过嘛？唔捌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的。来，哦来，你来，你来。啊，谢谢你哦，哦，你这，哎，我若无记唔对，伊拍鼓的啊。对，拍鼓的。你真甲我弄鼓，啊，金光叫安尼啦。咚咚锵。啊，你要甲爸爸讲话，还是甲妈妈讲话？甲爸爸讲话。啊，你偌久无甲爸爸讲我爱你啊？幼稚园较讲过。哇！我幼稚園到即擺嘛，十幾檔啊十幾檔啊吼。即拢足久唔捌講過，用講因爸爸會錯一個，那看因爸爸怎麼反應？那是詐騙唄。沒有，嘿啊！爸爸，我愛你，你匯200萬，好我無啊！我咧俾個電話俾佢攞嚟啊！我來，佢攞嚟。來。丟呢？要10多年啊！你快！喂。我甲你講哦。就是我愛你。就是愛你咩？啊，你有錢無？我想要去看電影。3萬。我要看黃燈輝的電影。哦，哎，我要包，爸爸，我電話啊，我要包場啊，嘿，我這電影嘿，我要包。我若是有播電影，你嘛會使幫我投資無，爸爸？爸爸，我跟你講，恁查某囝學長啊，白雲，直接白雲來。白雲大隻的嗎？啊是啦，我本人嘿，对，我轉來母校，啊恁查某囝哦拍鼓表演教真好，我足感動的，所以你這3萬一定愛開啦。哦，無問題。嘿啦，對，你來看。啊！你拄則恁查某囝甲你講，伊愛你的時陣，你講伊調教曉。一般，嘿啦，對啦。應該是有感動啦吼。有啦，有感動啦吼。好來。啊，要先啊！啊，恁查某囝我要看電影3萬哦，你來記哩哦。好啦，謝謝啦。哎，爸爸謝謝哦。哎啦，爸爸講啥？爸爸先。拜拜。就這樣啊，就這卡啦。你甲看，我愛你就賺3萬。哎呀，我叫好賺啦。有練這3萬塊咧，真正好練着。啊，佮有啥要甲爸爸講我愛媽媽，我來，你來。你來講。哦，你哎，較歡喜的啦，賺3萬啊呢。賺3萬，歡喜干呢？就練起來啊啦。我來，東哥啊，啊你是要靠爸爸，靠媽媽？媽媽，靠媽媽。看安那生那樣呢？喂媽。喂。啊你創啥？在厝的。在厝的。哦，我要甲你講，我愛你。啊，就安尼。我愛你。你有夠假？啊無錢啊？啊你要給我偌濟？2000塊無夠。5萬。啊，我要買那個白雲的寫真集。拍咪。媽媽你等下，我叫白雲甲你講者。拍咪。啊是啦，啊媽媽我就是你講的迄個拍咪啊啦，誒我叫白雲啊。拍咪啊，講你拍咪啊。不好看呢。不好看。不是啦，我自己有沒有出我都不知道，你怎麼會知道不好看呢？哎，毋過伊要摕1000、2000是在伊這。對啦，你袂歹啦。夠啦。好啦，啊，拄則吼，啊，甲你講我愛你，你有撮一條無？他沒講過呢。哎呦，啊，講嘅，來媽媽講，媽媽我真正愛你。媽媽，我就愛你耶。愛你。啊，媽媽，你聽了有感動無？你著囡仔講想講要甲你感謝一下，啊，甲你講愛你，看你有啥物反應啦，安尼，袂歹啦，安尼錢有摕到，安尼目的有達到啊。係啦，我咧甲媽媽講再見先。媽媽拜拜。哇！我甲各位講一下，咱演藝界哦有出一個孝子，國民孝子啦。伊為着吼要
救因老爸啦，要帮助因爸爸身体健康啦，甲伊的肝啦切3/4安尼啦，关好因爸爸，关好爸爸啦。我本来看这个艺人就无点，你知无？我本来感觉这个艺人假鬼假怪啦，自从伊做这件代志了，我拢叫他大的，海山大的，对，海山大的。开刀一个山大的。哎呀，我个绑掉了呢，你看。哎呀，哎呦呀！你讲你一出院，第2天、第3天就变去录影。今嘛，我斗阵路，我讲啊，你真正欠啊罪啊！无啦。哎呀，敬业啊，敬业啊！你讲答应啊，今仔日嘛是啊，这个节目伊答应，一定爱来，一定爱来，对啦。所以真正有欠较济掉啦。你有甲爸爸讲过我爱你？其实我顶礼拜就甲讲过啊，因为伊的肝的状况是足危险。我讲正经的，因为伊原本是无爱我关好伊的，已经甲迄医书拢写好啊。我感觉我爸其实是冤家啦，冤足济工的，因为伊是淡淡伊讲要甲讲好啊，而且个反悔讲无爱，因为感觉迄种冤气反倒。我无爱啊。对啊。其实我嘛一个淡薄想起，我讲我伫演艺界一世人，我已经做谐星，互人笑一世人啊。我敢袂使伫厝的时阵，即个你让我笑，莫搁我甲人你笑。拜托你陪啊，互我笑，互我欢欢喜喜，用一个上健康的肝，互你咱做伙活落去。啊，爸爸主要目屎，嘿，我就看伊迄遗书啊，甲念掉，我就感觉伊可能要振作起来啦。我甲爸爸讲好了，我妈妈袂使，我妈妈搁咧哭啊。伊讲要救爸爸，但是爱去委屈我，不爱我委屈就是啊。放弃爸爸，因为医生讲你也不爱救，你就当回去啊，你也不爱换，你就即摆回去啊。妈妈你直哭，我就讲，你拢莫哭啊，你就互我欢喜就好啊。即届我决定要甲恁拼一道，你互我这个肝，等于是恁互我的，即届我来报答恁。我咧甲讲啊，我请考虑。啊，即摆若靠爸爸有机会接无？我开看卖，我开看卖。哎呀，会可以一个杀来。伊可能嘛，即摆咧甲护士咧打比赛啊。你形容，安尼爸爸就是健康。嘿啦。啊，你形容甲讲我爱你，看是啥物反应啊？会啦，我甲看卖。来。你家己伫咧病院吗？伊家己即摆家己咧病院。会无咱莫甲吵。喂，爸爸哦，啊你有较好无？有啦。啊你咧创啥？刚才行路啊。哦，咧行路，啊有甲护士咧佚佗无？有啦，我就讲你又讲我家己放，啊你就为着要叫护士，哦，家己挂掉呢。啊，拢会使嘛，因为我听医生讲，个肝个有咧发炎，发炎，个会排斥安尼啊。身躯较好无？差不多啦。啊，爸爸，我爱你啦。好啦，我爱你啦。哦，好啦，安尼你爱较骨力的哦，爱健康的。好啦，你咧同样。无啦，那录影，爸爸，我黄登辉，我嘛爱你啦。啊，爸爸，你好，我叫白云啦。哎呀，我嘛爱你啊。爸爸，我夏雨欣啊，我足爱你的。哥哥，我是阿喜啦。这个囡仔叫人叫哥哥，上面叫啥？谢谢啦，恁大家关心。你当初是哪来接受迄个海产业的肝是安那？啊，囡仔人你都知，是大人较歹哦，会好人个。哦，开一刀安尼就对啦。好就卖。对啦，对，因为咱是大人的心情是安尼啦。唔甘啦，唔甘啦，嘿啦。好啦，安尼啊好啊，休困，啊我明仔载去甲你看呢。好，拜拜。有啦。你看爸爸袂歹。其实讲话还是有一点元气，可以的。有点。声音有精神，精神啊，价值啦。对啦。你这个故事真正会当，我感觉唔是讲干那互咱这个少年人啊，咱这个同学，包括咱大人。也是甚至讲，咱的士大人，拢爱合适咱海产这种精神。有啦，有啊。咱唔知咱当时要离开，但是咱只要活的一天每一天，看到爸爸妈妈，互伊甲笑一个，甲揽一个，啊讲一个我爱你，安尼就够，爸爸妈妈就爱安尼。对啦。好啦，啊你有要靠恁囝无啊？我靠用怎啊？啊，迄落我即马甲讲我爱你哦。嘿啦，你甲讲你需要关啦。看伊要关无？看伊要关无？伊随甲你挂电话。你唔好卡，你知道为什么？我对恁囝的了解哦，伊袂关。你挂掉加伤心的尔。你我这你20几年啊！你个歪，你个歪，你也考出来。不是感动到把咱老台考，我是
你该会个考。无才生一个安尼啦吼，我就讲，卖卡。会啦，你足感动啊！这就足好啦。哎呀，你看对只龟嘛，目眶红光光啊。我感觉，哎呀，对啊。各位同学啊，你看到的，这就是咱的艺人，对啦。伊台顶会讲笑，其实私底下吼，做人拢足好的，对，足有效的。这就是恁爱学习的学长啊，安尼啦，安尼恁知影啦吼。啊，今仔日安尼学长啊，来到咱青年高中最后迄个slogan，互你看一下啦。好啦好啦，希望大家会当 fighting 啊。系啦，好，fighting，好，安来来，青年高中 fighting！ 谢谢，感谢各位同学，你爱加油啊！啊，以前我讲，阮边仔这边仔一间咧卖观察店。你讲这要创啥？我用袂着啊！用袂着，你骗笑的，一世人我用一摆啦。你啊，即马无啊？无啊早啊，即马无啊啦。无啊啦，即马无啊啦。哦哟，因即马吼，卖这卖好啊。卖好啊吼！我咧做民众做是使你。对呢。你若爱我一人拢送你一卡。免先唔免。等下。我先去倒看卖。哦，这个离婚的啦，离婚啊！莫讲讲啦，你来讲嫌离婚都讲做。讲我还未结婚，唔是？离婚啊！你是你烦恼啥？我看你用动话。你卖咧伤害嘿。是嘛啦？是啦，你唔敢。去掉对吧？厝的我爸母咧动你，我帮你们，我用做个这看在吗？都是看到因老母有男朋友，我嘛有男朋友啊。我早就怀疑你啊啦，怪怪安尼。我最近看你拢彩色的啦。等下。